今集嚟到一個響喉撚喺度會高潮嘅地方，日本06賽道。今次我同老婆第一次現場睇 F1， 從各種層面嚟講，個體驗都係超乎預期嘅。人比預期中多，條隊比預期中長，啲嘢食比預期中好食喎，個場地比預期中曬，啲車望落都比預期中慢，氣氛遠比預期中好啊！但某啲安排真係棘到爆。我想講呢壇如果發生喺歐洲嘅話，好大機會變成人踩人死傷慘重嘅大鑊嘢。日本喺06搞咗咁多屆 F1， 仲會犯啲咁嘅錯，真係有少少匪夷所思嘅。總嘅嚟講，今次現場睇 F1 係相當之難忘啊！咁所以今條片我想整合一次成個交通來回安排，仲有比賽以外嘅各種各樣嘉年華式嘅活動，同埋實際上嘅觀賽體驗係點樣。咁再加埋賽後撈埋啲汁嘅餘興節目，咁一次過分享俾大家我哋今次 F1 日本站嘅初體驗。今集當中係唔會有任何關於賽事嘅專業分析或者見解嘅。如果你想睇又詳細又即時又 pro 嘅賽後回顧呢，我建議你可以睇 L 佬，我平時都睇開佢嘅。今集純粹就係從一張 F1 嘅白紙咁一個懵盛盛角度去睇呢一場盛事。好啦，咁事不宜遲，依家我哋一齊嚟喺櫻花樹下風風風。首先講少少背景資訊，俾完全唔熟 F1 嘅朋友，起碼對呢場賽事有翻少少最基本嘅認識。日本大獎賽首次舉辦喺1976年，去到今屆已經係第40屆㗎啦。目前喺日本站贏得最多冠軍嘅係車神舒麥加，而贏得最多次嘅車隊就係麥拿倫。咁06賽道其實就位於名古屋附近嘅三重縣06市，佢最大特色在於賽道有一個八字形嘅立體交叉 ，total 有18個高難度嘅彎，包括髮夾彎啊、Spoon 啊、連續嘅 S 彎啊，仲有90度嘅直角彎等等，相當考驗車手嘅技術力。佢全長大約5.8公里，車手嘅單圈時間約摸1分30幾秒左右。一共要跑53個圈，咁即係換言之，大概用個半鐘比賽時間跑 total 307公里左右。喺正賽道隔離，其實仲有一個 size 唔算細嘅賽車主題樂園，主要其實係有充足嘅位置，可以搞1連3日嘅 F1 嘉年華。我哋今次係跟隨朋友嘅朋友，幾個已經有豐富嘅現場觀賽經驗嘅車迷，跟隨佢哋步伐絕對係智慧嘅開端嚟嘅。就算係新手都未至於拿手唔成勢。我諗跟住落嚟，不如我先從住宿開始講起啦。呢間一眼望晒約摸200尺鬆啲嘅房仔住6晚要接近11,000蚊。你見到呢一個價係2間房嘅總價錢，我幫朋友 book 埋。咁呢間酒店平時講緊只係6-7嚿水港紙左右1晚嘅啫，但喺 F1 比賽期間價錢可以有2倍嘅升幅。講緊我已經係一買好門票，提前5個月訂房都要咁貴喎，所以俾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有個大概預算啦。呢度佢哋名古屋站步行大概8分鐘，算係一個旺中帶靜嘅地方。拖喼行過嚟唔會太辛苦嘅，一落樓截的士相當方便啊！而且喺正酒店樓下就有一間七仔，咁樣簡單嘅早餐宵夜已經有着落㗎啦。講完住宿嚟講下交通，咁除咗自駕之外主流會有2種方法。一就係坐官方提供嘅接駁巴士，由名古屋市中心直達06賽道。好處係唔使轉車，但缺點係價錢唔算平，而且朋友分享話散場之後勁塞車嘅，起碼預留翻要2-3個鐘回程時間。而且亦都參加唔到所有賽後嘅餘興活動即例如話參觀 pit lane 或者漫步喺賽道上執啲胎膠做紀念品呢啲，通通都做唔到。要比賽一完你就要趕住去搭車㗎啦。所以咁雖然係方便，但都犧牲咗靈活性。我哋用嘅第2種方法，雖然要轉一程車，但勝在平啲同靈活好多。咁就係從名古屋站坐近鐵名古屋線，如果坐特急電車嘅話大約坐40分鐘，去到白紙站之後再轉接駁巴士，
坐多20零分鐘咧就到㗎啦。咁你依家所見到嘅咧就係比賽第2日，即係排位賽嗰日嘅朝早8點半喺白紙站外面打緊蛇餅排接駁巴士嘅人流。如果係第3日，即係正賽嗰日嘅話咧，人流會更加墟冚，起碼多成倍。咁至於第1日，即係練習賽嗰日咩情況呢？我都唔知，因為我同老婆嗰日去咗京都上映。Day 1嘅時間表就係咁樣，我哋冇興趣啊。朋友打算話買啲紀念品出佢哋照去，同埋嗰日係有得 free sitting 嘅。對於買咗3日券嘅觀眾咧，喺嗰日係可以自由坐勻晒絕大部分唔同看台嘅座位，感受下唔同角度帶嚟嘅唔同觀賽體驗。我哋對呢一方面真係未有咁大熱情，咁所以睇排位賽同埋正賽就 OK 噶啦。第2日嘅時間表係咁樣，晏晝先係排位賽，咁朝早9點半入到嚟賽道有咩好做呢？咁話明係一個 F1 嘉年華啊嘛，入到嚟嗰個氣氛呢，又真係相當歡樂嘅，亦都霎時間好眼花繚亂啊，因為太多嘢同時發生緊。如果你冇乜 idea 做咩好嘅話呢，你不妨可以買咗紀念品先。11支車隊我就唔影晒啦，我淨係將 Big 4賣嘅嘢放喺度，俾大家參考下。因為今年 Mercedes 架車相當強勢，咁所以佢哋個 product 咧零舍好賣嘅。第1日就俾人搶購一空噶啦，我哋第2日朝早去到已經全部sold out。紅牛今年個銷量似乎就唔算特別強勁啊！如果論到人山人海程度咧，遠遠不及法拉利。不過都幾唏噓嘅就例如話曾經盛極一時嘅 Williams， 不論場上場下，依家都明顯係被比下去啊，同主流車隊嘅銷量有天淵之別。咁除咗酥粉店之外咧，仲有一個位會大排長龍嘅就係 AE 個檔口啦。佢哋都算係落足本啦，今次呢度咁多張卡，雖然大部分都係喺日本發行，但只要拎住白金卡都可以攞到啲幾有用嘅贈品，例如可以聽到即時比賽解說嘅收音機啦。咁而家另一個位呢，就可以俾你揀，你要坐墊定係要條巾。我見塊墊有啲瓦雜，所以我哋揀咗呢一塊設計得相當唔錯嘅巾。哇！嗰2日曬到隻狗咁款，呢塊嘢真係有啲用。同埋除此之外呢，白金卡會員仲可以帶多一個人坐喺睇 show 嘅專屬區域，距離主舞台勁近啊！呢個位呢，會有表演嘅，會有車手訪問嘅，節目好豐富下。喂，點解日本啲 AE 可以做到咁有聲有色嘅？喂，呢個本小利大嘅宣傳真係做得相當抵讚。我必須要提醒一下未試過現場睇 F1 嘅朋友呢，就係千祈唔好低估賽道上唔同位置之間嘅步行距離。一啲你喺地圖上望落以為轉個彎就到嘅地方，隨時要行公1-2公里先至到嘅。中間日曬雨淋，冇遮冇擋。不過就算係咁呢，之後要講嘅呢個地方，我都覺得係成個 F1 嘉年華裏面最唔能夠錯過嘅位，咁就係 F1 Fan Zone 啦。好，顧名思義，呢度所有嘢都係專為 fans 而設嘅。呢度有起碼10幾20個美食攤檔啦，跟住係氣氛好好嘅大電視觀賞區。不過呢啲都唔係重點，最獨特嘅就係除咗呢啲 podium 打卡位之外呢，仲有成10部 simulator for 啲人可以排隊感受下揸 Formula One 賽車嘅難度。我哋今次冇排隊，因為我哋之前喺妙思已經體驗過，嗰時都成好似2年前嘅事啦，超過 IWC 喺度做宣傳，所以好有噱頭咁咧，整咗一部 F1 模擬器喺度。嗰次就唔使排隊嘅，你提前上網預約個時段咁就 OK 噶啦，而且唔會好似今次妙思搞嗰壇嘢咁撲街，預約好晒都可以話取消就取消，真係肉酸到不得了。嗰次我記得印象中好似係每人限玩5-6分鐘定唔知幾多咁樣，超級過癮啊！但都真係好難控制。如果未試過嘅話，我強烈建議你可以排隊玩翻次。不過如果你時間有限，淨可以揀一樣嘢嚟玩嘅話呢，咁我覺得你一定要排呢一個體驗下做 Pit Crew 換胎。AE 好過分咁樣，又係有一條專屬通道可以打尖。佢係咁樣嘅，3個人為之一組，咁所以你係要同排你前後嘅陌生人組隊完成呢個任務。當中2個人負責換胎，1個人就負責拎住 wheel gun 上螺絲。
你哋自己襟掂想做咩位，佢俾少少時間你可以練習下攞個感覺先嘅。哇！呢把槍你唔好睇佢咁嘅 size， 原來好聚手嘅喎，同埋個運作起嚟係超級大聲，仲要如果一個唔為意呢，轉鬆咗個螺絲就好似爆旋陀螺咁樣飛走咗。咁至於條呔呢，我聽多多話係遠比佢想象中重嘅，所以真係要落手落腳試一次呢，就會好深刻體會到佢哋為咗啲無比精準嘅2-3秒鐘，背後究竟付出咗幾多年嘅功啊！真係不敢想像。嗱，我哋嗰時係坐 R 區啦，行過嚟要接近單程啊，講緊接近40分鐘。但係我想講，就算淨係為咗體驗換呔呢壇嘢，都已經係值得嘅。嗱，大致講咗場裏面有咩玩啦，依家嚟簡單睇下場裏面有咩食。我完全諗都冇諗過呢度會有咁多元化，而且出品唔係揸流灘嘅食物選擇。嗱，我唔知喺其他國家睇 F1 啲嘢食掂唔掂啦，但喺日本咧，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加分位。仲要佢唔係零舍貴喎，即係佢當然係比出面會貴啲啦，但佢完全唔係香港或者歐美地區睇比賽嗰啲係開天殺價撳住嚟搶嘅程度，係排隊真係等得比較耐啲啫。但你望住呢個價錢，你都唔會忍啦，係嘛？同埋等得耐係情有可原嘅喎。呢一點都值得欣賞嘅咧，就係因為正路呢啲時候，所有鋪頭應該係會賣一啲係唔使點煮嘅烹調時間可以好短嘅食物，務求提高效率，盡可能接多啲客噶嘛，係咪？嗱，即係舉個例子啊，例如呢一條頹到喊出嚟嘅熱狗喺啟德賣88蚊，真係好快，呢頭俾完錢，嗰頭我拎得噶啦。所以我以為喺06賽道都會係咁樣啦。我原本入嚟呢係冇任何期望嘅，所以食到呢啲嘢，我會話係相當之有驚喜。仲有一點好感恩嘅呢，就係嗰幾日係好天到不得了。我嚟之前睇好多人分享，就都有提醒大家啦，就係最好準備定雨衣，因為06賽道係其中一條經常都會落雨嘅賽道啊。咁啊，好在嗰2日係一滴雨都冇落過，但真係曬到不得了。全日咁樣戴住頂帽焗住，其實都幾係嘢嘅。即係尤其我呢啲年紀呢，我啲頭髮健康早就到咗一個不容忽視嘅地步。自從仔出世呢3年呢，我嘅作息時間同生活習性都有好大嘅改變啊。身形上幸福咗就大家有眼見㗎啦，但自己有個位更加擔心嘅呢，就係頭髮嘅量冇以前咁濃密，而且髮線都似乎有逐漸向上移嗰個趨勢。咁所以為咗正視呢個問題咧，最近我都開始揾活髮站幫幫手。嗱，其實頭頂咧本身咧呢個咧就係你個鑽嚟嘅，係啦，偏左邊嘅。但係你會見得到你嘅頭頂嘅中間呢個位置就開始慢慢寬闊緊啦。即係正常嚟講咧，你個頭髮個密度咧就應該就好似咁樣嘅，即係搭住晒一層搭一層嘅。但係你會見得到呢個頭頂中間嘅位置開始就越嚟越弱咯。嗱，正常咧，你嘅頭髮粗幼到好似呢條頭髮咁粗噶嘛，即係漸水呢啲。係。但係你見得到啲頭髮開始冇咗1/3粗度啦，已經指住呢啲。好多油啊！係啦，好多油啦，冇錯。第二，你見得到佢個量係少咗好多個粗度。哦。如果你咁粗噶嘛，呢個漸水，但係呢啲全部冇2分1粗度，已經嗱呢啲。我諗可能對於唔少人嚟講，脫髮好多時都係一個比較難於啟齒嘅問題。成因太複雜啦，可能性太多，就算想解決，好多時都無從下手。有時急起上嚟，盲目信咗 Google 醫生，或者信咗一啲熱心長輩嘅家傳秘方，冇乜效都算啦。如果越搞越大鑊嘅話呢，真係喊都無謂。其實科學問題唔應該用玄學手段去處理啊。出嚟活髮站揾 Samuel， 佢係會層層分析，先斷症，再揾出成因，之後既會糾正你一啲觀念上嘅誤解，或者一啲幾廿年嘅壞習慣。即係例如，佢教完我先明白，原來我咁多年都用咗一個錯嘅方式去洗頭。佢除咗會教你長期嘅頭髮護理可以點做得好啲之外呢，亦都會即場同你做翻一啲針對性嘅治療。好似染髮咁樣嘅步驟。類似嘅，但係佢嘅物料就係幫你控油保濕嘅 mask， 係啦。即係我頭皮都需要保濕嘅。
係啊，因為有陣時你個頭皮如果乾都會出頭油噶嘛。哦，即係等於我頭先咪幫你做一個深層清潔嘅。係。依家我唔幫你保濕翻嘅話咧，你個情況就會出油都多咗啦。第二咧就主要係幫助你嘅減低頭油嘅呢個 mask 係會。Samuel 話其實每個人脫髮嘅成因都可以好唔同嘅，而其實唔止男士啊，女士都會有呢方面嘅困擾。咁例如我老婆生完仔之後呢，有一段時間甩頭髮嘅情況係有啲明顯嘅，而就算依家佢都成日嫌自己個髮量唔係好夠，所以其實真係唔使驚嘅，病向淺中醫呢個道理同樣可以適用於頭髮護理之上啊！發現徵兆就要及早治療，唔好等到冇彎轉先嚟後悔。嗱，咁如果你都有相關嘅煩惱，而有咁有緣睇到今集嘅話呢， Samuel 有嘢益你啊！只要喺預約嗰時註明係有啖好食嘅觀眾，咁就可以用380蚊嘅超底價喺以下3套專業護理療程當中揀一款嚟體驗下。如果試完覺得啱 feel 嘅、有效嘅、幫到手嘅，想更進一步嘅話呢， Samuel 仲加碼準備咗一筆生髮基金，放你之後嘅療程嘅扣減。心動不如行動啊！優惠詳情可以參考翻影片下方嘅資訊欄。嗱，都有一句千言萬語不及親身體驗啊，可能會帶俾你一啲意想不到咁出色嘅效果添。好啦，翻嚟。咁排位賽就唔多講啦，有留意嘅都會知就係 Mercedes 再次包辦頭2位啊，而 Kimi 仔仲要喺第二日成功 pole to win 埋添。我反而想講下，完咗排位賽之後呢，有一個我原本都幾期待嘅活動，咁就係夜間 pit walk 啊。有興趣嘅車迷呢，可以有默契咁樣逆流而上。我哋2張白紙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堅定不移咁跟隨大家嘅步伐。行到咁上下呢，就開始發覺唔係好對路啦，即係咁多人塞緊入去一條咁窄嘅隧道裏面，成壇嘢係好 red flag 嘅。咁啊，點知原來班工作人員呢，佢係直接順住條人龍咁嚟排隊，佢哋冇打算另外揾一個地方安置啲人，而係好理所當然咁將啲閒閒地成千上萬人就咁將條隊尾塞翻入去個隧道裏面。喂，咩料啊！而家條隧道裏面冇抽風冇信號，即係我哋叫做算好彩嗰一批，因為我哋比較靠近隧道口，咁所以當到好似自由神像咁舉高隻手嘅時候呢，電話係會偶爾收到1格半格信號，但行入少少嘅話呢，就唯有無了期咁喺度齋等。我哋初頭以為呢個狀態只會維持一陣嘅啫，即係可能係前面塞住咗，當佢哋疏導翻啲人嘅時候就可以重見天日㗎啦。但點知呢，越等越唔對路，去到最後條隧道塞滿晒人，焗住晒大家嘅汗味同怨氣喺裏面。咁但如果依家先走嘅話呢，嗰個沉沒成本又會太高喎，之前等嗰啲都會白費，同埋塞到咁，你係想走都走唔到啊！即係你諗下，如果你急嘅話，你可以點搞法呢？最後我哋足足喺隧道裏面塞咗2個鐘。由4點幾塞到6點幾，我一路行一路相當佩服排喺隧道深處嘅人，佢哋係連少少先鋒、少少信號都冇。呢2個鐘佢哋係點樣捱過嚟嘅呢？即係仲要如果係企兩邊嘅人，如果攰嘅話，都可以挨喺牆度稍為唞一唞，但企中間嗰一排嘅人係連挨都冇得挨。我哋班工作人員其實有冇用過腦㗎？即係今次冇出事係萬幸啊！你唔係第一年搞 F1 嘅，就算今年零舍熱鬧、零舍多人，咁你賣飛嗰時已經預計咗㗎啦嘛，係嘛？你2個鐘塞喺裏面，完全係冇維持秩序嘅人，純粹靠大家嘅自律。咁我好彩，即係成個東亞地區都係出晒名排隊耐力特別高嘅人啫。但咁樣焗2個鐘，最後換嚟嘅係咩呢？所以真係冇嘅，只能夠話我對 F1 實在係冇大家咁有熱情啊！就算唔塞喺隧道裏面，但你要我排2個鐘，就為一睇已經冚晒布，啲人收晒工，個場空溜溜嘅 pit lane，我真係揾唔到值得興奮、值得期待嘅地方。可能係我太高期望啦，我以為多多少少都會見到少少佢哋賽後維護嘅駕車嘅一啲生活工作點滴啊，或者睇下佢哋點樣執嘢，點樣準備聽日嘅正賽。喂，你再唔係近佢嚟望下架車都好啊，係咪？
咁所以今次嘅 Pit Walk 初體驗呢，對我嚟講係有些少掃興嘅。好啦，咁排位賽嗰日就嚟到呢度啦。咁走嗰時咧都順暢嘅，因為畢竟已經係7點幾8點嘅事啊嘛。接駁巴士嘅班次雖然遠遠冇 Peak Hour 嗰時咁密，但依家勝在唔會塞車，咁所以等一陣都快上到車噶啦。我哋8點鬆啲就翻到白紙站，而喺翻名古屋之前呢，仲食咗一餐好一言難盡嘅燒肉。咁呢個就唔好提啦。我嚟到第二朝，即係正賽嗰日子。人流係好符合預期，咁係相當之澎湃啊！有咗前一晚被困隧道2個鐘嘅經驗，我依家對於排隊已經係睇化晒㗎啦。正賽嗰日嘅 schedule 係咁樣嘅，12點先至有 parade， 咁所以我哋善用咗朝早嘅時間玩咗一陣呢個主題樂園。諗住呢場比賽就唔使多講啦，結果大家都知㗎啦嚇，咪就係 Kimi 仔連續2場都 pole to win啊，仲打破埋鹹爺喺07年創嘅紀錄。佢以19歲6個月依家已經成為史上最年輕嘅積分榜領先者，力壓師兄 Russell 風頭一時無兩，真係恭喜晒恭喜晒！仲要因為日本個法定飲酒年齡係20歲，咁所以 Kimi 仔上台噴佢一支呢，其實應該係 sparkling water 嚟嘅，即係總之裡面呢應該係冇酒精嘅。嗱，咁如果講翻成場賽事呢，我會話係比我想象中悶，亦都好似冇乜記憶點咁樣。唯一精彩嘅地方呢，就係 Charles Leclerc 反超咸美頓，仲要壓住 Russell 10幾圈，最後差啲以為佢會臨尾香被反擊，困喺 Leclerc 第4呢個命運裡面。點知嗰下呢，真係好體現到佢先係技勝一籌嗰個。呢下我覺得係成場比賽最有印象嘅地方。而且真係咁樣講落啦，06賽道對於 Leclerc 其實意義重大嘅，因為佢嘅恩師兼 Godfather 呢就喺呢度出意外，所以佢今場能夠守得住 podium 更加值得慶賀。咁除咗 Leclerc 同 Russell 之間嘅攻防戰之外呢，啤文炒車上場都值得講下嘅。官方為咗取悅近呢幾年因為 Netflix 加電影而湧入嚟嘅新手觀眾，所以加咗一粒蘑菇掣喺度，以為觀眾見到 overtake 就會高潮啦，係咪？但你咁樣基本上就好似變成 Formula E 咁樣，有車變電車，將講求膽量、講反應、講剎車點嘅判斷、講內外線嘅選擇、講車胎管理、講 undercut 策略、講10萬樣嘢嘅賽車，變成喺度鬥電量管理。喂，呢壇嘢冇太多策略可言嘅啫，觀賞性我唔覺得有增加幾多，但危險性呢就係越嚟越明顯。咁趁住今次因為打仗 cut 咗2場賽事 ，FIA 係有大把時間去處理翻自己啲蘇州市。咁即管留名睇下佢哋會點樣搞翻掂呢壇嘢啦。我諗講到呢度，今次現場睇 F1 嘅初體驗分享呢都嚟到尾聲噶啦。其實真係親身去睇一次，再加埋參加賽後嗰啲餘興活動呢，係會好感受到大家對於呢項堪稱係賽車速度殿堂呢個運動，真係有住筆墨難以形容嘅熱情啊！最後好多謝朋友嘅 carry， 令我哋2張白紙可以有咁難忘嘅觀賽體驗。歡迎大家可以留言嗰度分享一下，就喺其他地方睇 F1 嘅體驗。下集我將會分享下我哋喺睇 F1 之前撞啱呢個櫻花季嘅名古屋3日2夜之旅。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今日隔離個鐘仔搶先收睇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